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5月3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这个楼市小阳春似乎现在不提了，没看到中介媒体再来提小阳春，尤其这个五一劳动节，似乎这个小阳春一下就消失了。相反，最近陆续公布的数字啊，确实难看。这个中指研究院发布报告称，2025年1到4月 ，Top 100房企销售总额11200亿，同比下降10%，降幅较1到3月基本持平。4月单月 Top 10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17%，较3月单月降幅有所扩大。1到4月销售总额超100亿房企25家，较去年同期减少3%；50亿房企52家，较去年同期减少5家。Top 100房企权益销售额7959.5亿，权益销售面积4071万平米。这个是中指研究院的公布的数字，大家也记住了，1到4月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叫小阳春呐，就是媒体还有中介宣传的各种利好，尤其是有一些热点城市帝王频出，上海、深圳、杭州是不是高端楼盘豪宅都是日光，而且现在很多地方豪宅啊还引发什么摇号抽签，因为买的人太多不得不摇号，这种新闻是不是特别多？咱们经常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啊，吹了4个月以后，中指研究院给出的数据它是不支持的，跟去年同期比下降10%，4月比3月环比下降17%，那就是4月是断崖式下跌，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。我们再看看这个一线城市深圳是什么情况？媒体报道，4月深圳一二手住宅网签总量9248套，环比下降7.9%，同比增长34%。其中一手住宅网签3695套，同比增长28.7%；二手住宅网签5733套，同比增长37.4%。就深圳的新房、二手房同比跟去年比都是增长的，4月份，但是跟3月比下滑8%，也就是拐头向下了。这个趋势已经说明了5月、6月如果没有什么政策支持，一线城市深圳它也扛不住。4月比3月下降8%，那5月比4月会连续下降，除非你有新政策，也就是一线城市深圳都难言企稳。那楼市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种现状呢？说1000道1万，没有成交，没有了需求。那为什么没有了需求？是人们不住房子吗？是房子太多吗？不尽然，房子多那是指鹤岗3、4线城市房子多了，因为人都跑了，一线城市房子还是不够的。那为什么像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它也是岌岌可危？主要是需求没了，就是有住房需求的人他没有钱，他的收入跟不上，他只能望房兴叹，你房价也不降，他当然买不起，他的收入太低，他已经背不动这房贷。今天网上有个热门话题，为什么年轻人不买房了？我看了一下上了热搜，很多人在下面说原因，为什么自己不买房。大家先看一段视频。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要买房了？我看最便宜的一套190万58平，然后我就算了一下我的职业生涯，我今年27岁，现在每个月主业稳定是1万块钱，1年就是12万，3年就是36万，再加上我手头上的15万，差不多就是有51万了。那房子首付190万的3成就是57万，那就是说我差不多3年后，也就是我30岁才能凑够房子的首付，然后我需要贷款190万减57万133万，然后算了一下还20年，每个月要还8704，基本上是我每个月的工资了，还20年之后我就50了，所以这是不是相当于一辈子就换了一套58平的房子，还不能失业，不能降薪，不能有大额消费？大部分年轻人即便是勉强凑够首付，也只能靠父母的养老储蓄和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还房贷，紧巴巴的过日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没房没车，谁跟你结婚啊？这就更导致了现在年轻人不结婚，更加不愿生孩子。假如150万的房，然后我爸帮我付50万首付，然后我呢，我就要贷100万嘛，然后呢，我贷30年，我他妈的要还93万的利息，我操，我还完要还将近200万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们看一下啊，第一年老子第一个月就要还5100，还的比本金还要高，本金我还3000不到，利息我要还5000，这种情况要还到第几年？你们看没有错啊。在我还到呢将近我36岁的时候呢我这个利息终于是比这个本金少一些了我还了14年之后，我的本金终于还的这个比例超过它了，超过50%了。
我天呐，我要还14年这个利息才跟这个本金持平。也就是年轻人把这个账算得明明白白的。对年轻人来说，工作机会、赚钱机会在哪儿？在一线城市。大部分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啊，都首选要去北上广深、杭州、成都这些大城市。只有大城市啊，才能提供舞台，才有就业机会。要么就去长三角、珠三角。小城市是不是就没有机会？东北、西北当然也有机会，不过那些机会都是婆罗门的，都需要你有很深的家庭背景、人脉资源。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，阶层越固化。你发现你没有人脉关系，你在那儿没有任何用武之地，找不到什么机会，你更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。所以说，年轻人尤其是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，他只有去一线城市或者大城市。那一线城市、大城市的房价它就不便宜，也就是工作机会在那儿。你在那儿工作，你当然想在那儿买房，但是一看那个房子太贵。不要说上海，你即便是什么省会城市，那房价也不便宜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房价跟工资啊、跟收入脱节了。你要想维持这么高的房价，那就要大幅度提高韭菜的收入，这个显然很难，哪那么容易给每个人加工资？一加工资，企业就倒闭，企业不赚钱。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像教父超市一样，清洁工平均工资都是1万。这么说，这个也比较奇怪。你说教父超市那儿都是4线城市，清洁工都能拿1万，按这个算法，那当地的房价应该很高。你只要去那超市当清洁工，你工作个2年，轻轻松松买房。确实这个账不好算，这数就把你细算，一算就对不上了。就我们还是说这正常现象，就是2线城市、大城市虽然提供了工作机会，但是跟它的房价相比，收入还是低了一些。要么提高收入，但这个路很难走。那要么房价就要回归到它合理水平，让这个韭菜啊它能够得着。现在韭菜明显一算账，它都够不着。即便七大姑八大姨借钱给他付首付买房，那他每个月还8000、还5000的按揭贷款，那也是个沉重的负担，对吧？他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？所以说，你要么就房价下降，降到大家够得着，年轻人感兴趣了。但这个显然也很难，要容易，它不只是3年到现在还没有降到位。也就是说，我说的是一线城市、大城市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城市，它的房价降的幅度不是特别大，它也在降，降了30%，但是还不够，还是高。为什么不能说一步到位继续降？这个又涉及到叫系统性金融风险，因为我们的抵押物、我们的信誉都是房子，跟房产相关。这房子的价值在下跌的时候，也意味着我们的抵押物啊在缩水，那我们还要补充信用，这个就会导致很多企业、很多有贷款的人暴雷。有人把自己的房子押给银行，贷了500万去开了一个餐馆，搞了个加工厂，结果现在银行找你说你这房子现在已经不值这么多钱了，降价了，你要再贷款，你得补充，你再找抵押物，你要找不到抵押物，那我得把贷款收回来，或者收回来一部分，那这个不就给企业造成现金流困难吗？很多企业就会暴雷，那就这么简单。这个就类似于抽贷，那有的人扛不住破产了，房子给银行，还有买房的按揭贷款的，他还不起了，房子给银行，这不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吗？银行一大堆房子卖给谁？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毕竟虽然说房价高，我们韭菜老百姓60%、70%的财产又在房子上面，这70%的财产是你他都有。这些韭菜虽然在北京、在上海、在杭州他缺房子，但是在他的老家，比如说什么株洲，比如说什么淮南这些地方，他家里还是有房子啊，他爸在那儿有一套房，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？就是他的收入没增长，结果他家里的财产还在缩水，这不就双重打击吗？因为你房价在下跌，他的收入也没涨，他家里的财产在缩水，对他的支持力度那就更小，说不定反而成为他的拖油瓶，拖他的后腿，对吧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，大家现在不消费，原因之一就因为房价跌了，你唯一的资产的大头在缩水，所以你本来一天喝一杯咖啡40，现在只能喝8块钱2杯的，所以你看房价下跌，事实上也很难，其实风险非常大。我在3年前就说了，如果楼市一直这么跌，那就会导致什么？导致不是你买房的问题，不是你买不买房，而是你有没有饭碗的问题。其实我们的逻辑就是，如果你说房价跌到3000，我就买得起了，但是你要考虑到房价真跌到3000，你恐怕是吃饭都成问题，你更没有工作。所以说我们一直说房价呀、房地产它是个叫结构性矛盾。你3000一平米的房子多的是，还有2000一平米的，还有500一平米的，你为什么不买？鹤岗的房子3万一套，2万一套，对吧？你要嫌鹤岗太冷，那张家口，河北的张家口那下花园，离北京坐高铁1个小时，直达北京南站还是北站，那儿的房子也10万一套，也就1000块钱一平米都不到。你要嫌北方空气不好，那广东什么清远、云南的各就也是地级市，不是一个农村，2000、3000房子为什么不买？还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嘛？就你在那儿买了，你吃什么？所以说来说去，
年轻人不买房，也不是年轻人跟房子过不去，也不是什么年轻人观念啊，也什么新的观念，仅仅就是因为一个是房价和收入不匹配，这个矛盾不可调和。最好的办法是涨收入，但现在又是贸易战，也是内需不振，分配不公，权贵婆罗门抢占资源，多吃多占，你要提高韭菜收入谈何容易？降房价刚才也说了，那风险更大，房价一降，地价就降，地价一降，政府没钱，公务员要发工资，老师要发工资，地铁要开，公交车要开，各种公共服务都缺钱，最后咱们就会发现法没收入、非税收入就异常增长，非税收入那更吓人了，那最后还得你掏钱，所以韭菜会面临房子买不起，完了这边还不停的交罚款，韭菜就会面临没有收入还要交罚款，一不小心就要发点钱，这就会导致生存问题。这刚才说的是收入，那第二个就是预期的问题。假如我们都认为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房子未来肯定是要涨的，现在是2万一平米，5年以后至少是4万一平米，大家都坚信不疑，都相信，形成一个预期。那这个时候即便韭菜没钱，即便你的收入再低，你都会借钱去买房，因为过5年之后的房子就翻了1倍，而且你买房也有杠杆，现在杠杆多少啊？你只要交15%就能买房，100万的房子对吧？1万一平米，100平米，100万，你只用交15万，贷款85万，你才付15万呢。这15万跟七大姑八大姨借，你没掏钱，你每个月就还按揭5000块，5年以后这房子值200万，你把它卖掉，你把那100万借的钱全还掉，这几年你还的利息你把它减掉，你1分钱没出，你净赚90万，大概这个意思。你是空手套白狼，你减了90万，你会不会买房？对吧？这个时候你越没有工作，你越收入低，你越要买房，因为只有通过买房才能让你赚钱，改变命运。问题是你现在讲这样的故事人不信，5年以后这房子翻1倍，那大家就本能的问着谁来买这房子，谁会加1倍的价钱把我这房子买走？这些人他为什么这么有钱？你得让人相信，谁来接盘？那2种人，一种是老外，美国人跑来接盘，他们有钱；还有一种什么？还有一种咱们通过这5年的发展，会出来大量的新的中产阶级，他们年薪200万、300万，这些人批量出现，不是1个2个的，这些人是批量出现在2个行业里面，大量的这样人存在，你都要让人看到这一点。如果大家看不到这一点，那你说谁来接盘？不相信有人来接盘，那他就不相信的价格能涨那么多。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价格还要跌，我吭哧的攒了钱，借了钱去买房，结果100万3年以后变成70万，我这3年要赚30万多难，结果不仅没有赚钱，还赔了30万。那如果再跌，他的房子他不要了，房子成累赘。所以这个热搜话题说为什么年轻人不买房了，我也看了很多评论，我觉得情绪化的问题，说年轻人不喜欢房子，年轻人对生活的态度变了，我觉得这些叫言之过早，根本原因就是年轻人收入跟不上，现在毕业就失业，想找个稳定的工作难上加难，现在到处都在裁员降薪，收入不稳定，你让年轻人怎么去买房？即便要结婚买房，那双方父母玩命的攒钱，出首付出装修，那还得年轻人去还按揭贷款。你要能还按揭贷款，那前提是你必须有个稳定的工作，你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而这些现在都不具备。从目前的数据来看，房价往下走比往上走容易，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咱们刚才说了，难，往下走也难，往上走我们的收入不支持，往下走对我们伤害也很大，但是伤害大也没办法。所以你看地方政府每年要出台那么的救市措施，要稳楼市，但是刚才数据也看到了，是稳不住的，非常难。有的地方政府还炒房子，炒地皮啊，炒地王，但那个是难以为继，也只能炒一阵子。所以说房价往下走就成为一种必然，这往下的动力远远要大于往上的动力，尤其是在现在外部环境下，关税战，外贸必然会受到影响。内需这2天是节假日，大家也看到各个景点，真是人满为患。我看桂林那个漓江那个视频，不知道大家看没看？漓江上飘的那些船都堵船了，不是堵车是堵船。有好多网友说这简直是叫三国赤壁大战，人是真的多，但是到时候一盘点发现又是赚了个流量，但是就是不赚钱。到时候人均消费恐怕还是在下降的也就是内需你想刺激也难，大家拼命的赚点钱都要存到银行，要养老。最后我再说一下，网上出现这样的热搜，问年轻人为什么不买房，这个显然有点制造对立的意思。房地产的兴衰，
房价的涨跌，它跟年轻人没关系，它跟你的年轻什么老年人没关系，它只跟房价和收入有关系。放眼全世界看，说大学一毕业就买房子本身就少，这本身就是比较奇葩的一个现象，就不能把这种不正常当做正常。反过来，年轻人不买了，反而问你为什么不买？这美西方，你像日本、韩国这些发达的地方，他年轻人大学毕业都是租房、买房，等他买第一套房，那恐怕都是毕业好多年了。为什么我们有一种假象，年轻人会买房？那是因为这20年来这房价便宜，也不是叫便宜，房价一直在涨。这房价一直在涨，所以形成一个叫什么固定思维，房价一直涨，一个东西一直涨价，那你说你肯定是越早买越好，这就是简单朴素的道理，越早买越收益。所以在这个思想下，是不是年轻人一结婚第一要求就是买房？因为越早买越占便宜，所以说双方家里凑钱买房，或者是丈母娘要求必须有套房。但是现在丈母娘已经不这么要求了，现在丈母娘要求是你要全款买房，贷款可不行，因为你贷款买房，那房子还在贬值，完了这个到时候夫妻俩还去还贷款，那压力非常大呀，弄得不好最后还是倾家荡产。所以在过去20年里面的房价一直在涨，基本上趋势是在涨的。那稍微有点脑筋的人都知道，越早买越受益，那所以说就会提前。你只要有了买房资格，你大学刚毕业有了买房资格，家里人就想办法是不是凑钱给你在那买套房，慢慢还呗，反正房价也涨又不吃亏。那房子是投资，所以出现了大量的人刚毕业就买房，还有的没毕业就买房，那结婚马上就买房，这是特定时期下的一种现象，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常态化正常现象。那现在房价在下跌，或者房价有下跌预期，那就变成什么？聪明的人都知道，越等越晚买越便宜，你不买我不买，你们还能降300，所以大家观望。年轻人一毕业他也要观望，对吧？结婚的时候他也要观望，我为什么现在买，我过2年再买，那不更香吗？一下就省20万、30万、50万。所以你这个时候忽悠年轻人去买房，忽悠他们去接盘，他们又不傻。所以我的观点就是，年轻人为什么不买房，它是一种经济学现象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经济现象，而不是什么观念变化。说年轻人跟房子过不去了，年轻人不需要房子，年轻人就喜欢租房住，年轻人租房住那都是无奈，是一种心酸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一旦有条件，他肯定会买房，条件允许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